镜头灯来报告来，嘉义太保市公所针对今年7月丹那市风台提案要破发3000块的灾后振兴金，这公所提出来对价预算，伫咧代表会及特事部通过，都有市民代表甲民众做伙向代表会顶招，希望赶紧召开临时会来审议公所的对价预算，或者破发提案会当顺利通过。 嘉义县太保市的市民代表甲民众向代表会来顶情，希望代表会赶紧开临时会来审议公所9月19规划普发甲其他灾后复原经费的追加预算。顶情的代表指出，公所提出的是预算案，爱3读通过。不过代表会嘛提资料出来讲，表示公所的文是用电付来申请，嘛早就通过。伊像阮主席讲的是讲拢通过，问题是敢若2读没有3读，这是预算案，不是电付款。依照公所提请的 案件，他说由社会课提请代表会垫付后支应，那我们11位代表也都同意支付了，所以我们希望公所能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钱到位发给民众。市公所表示，二月端有讲审议实施的计划通过了后，要用追加预算办理，但代表会无3读通过追加预算案，阁无愿意开临时会来审议，才影响到在1月要发放的时间。 代表会就表示，1/3的代表人数就会当调开临时会。法条都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我们送的是预算案，那你预算案你否决，你又要去请示，当然我们尊重，但是无意就是过程中，你就是拖慢了我们整个行政流程、发放流程。咱就拢同意电付这个3000个得了通过啊，11个代表拢有同意，即马搁咧烦啥物？都通过3000个早，8月12号拢通过啊。太保市是全嘉义县上早讲要发灾后补助的乡镇，但是即马因为公所甲代表会对提案条文的科目有无共的解说、无共识的状况之下，嘛可能会影响到太保市在1月暗算要来发的灾后补助金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